全世界绝对无一个国家啦，绝对无可能有迄种来讲，你若有超过你按算的吼，我会当摕出来分。吼，虽然有一寡人会当去举出一个国家，但是我要讲的是讲，若有安尼国家，伊较合理的做法会是啥？啊，我若政府今年若无趁到，你也叫转来哦。对不？你若有敢若讲哦，你若今年加收的，有遮简单，我的是我的，国家是。啊，所以就无遮简单。这国家绝对是无可能安尼来发钱的嘛，因为你的财源对对来，你要有一个固定的财源，你要知影你的财源对对来。啊，若安尼话，我若政府我会安怎做？我若今年无想要分钱互你，我会安怎做？我规气拢暗起来啊！毋是暗起来，我规拢甲高傲到悬的。结果到年底的时阵讲，啊，我税收我毋知影，我著做你讲的，我趁无遐济钱的歹势，我无法度发互你。我无超征。对啊，我无超征，我敢若走精伊尔，对无？讲一句有笑亏，所以我感觉伫即个状况之下，其实咱已经讨论有较久的啊。你发现金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你袂当无代无志去发现金啦。拄则两位专家都已经讲过，你好无简单吼，有去趁到一条，毋是你伫暗算内底钱，你会做啥物代志？第一个时间，敢若囡仔会甲你员工爸爸，我要来食一寡较好料的尔。太太，还是你家己的心内一定会想讲怎？要去行孝嘛？然后欠孝，然后房贷，看会当加较早行的卖，无你若拄着利率甲涨悬起来，我的利息的支出又甲变悬啊。所以迄是。毋捌代志会安尼想，若捌代志的人绝对袂安尼做的，迄违反咱一般人的常理嘛，对无？第二个就是讲，今仔日你若要甲这钱摕出来开，一定是安怎？一定是讲啊，即马经济都无啥好吼，咱的老百姓大家拢过了毋是真如意，所以政府吼为着要照顾咱遮的人民，发一寡钱啊，今年都真正有较。参咱算的吼，有一寡距离，咱有加一寡钱，啊，咱孝今年还较少的，先照顾好咱的老百姓，互大家过较好的。啊，所以伫过去若有即个情形，我发一次啦，大家甲讲会过。你敢有法度，淡仔大家讲一寡较输赢咧。但是你即马规个经济看起来是袂歹，未来经济大家拢看歹，这是参过去大家咧讨论即个发现金无上大的差别。伫即个时阵，未来大家拢看歹，啊，你有甲要甲钱摕出来，怎啊甲开好掉？我是毋知影这道理伫对啦。啊，所以伫即个情形下，这是安怎我反对讲，伫即个情形无代无志，你也要发现金；经济好，你也要发现金；经济歹，你也要发现金。这寸万没有这间厝倒大的。